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31 AM 新闻，我是陈家豪。新闻一开始，转回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中国根据着两岸情势，自8月1日开始停止发47个城市申请来台湾的自由行签证。顺网络银行部有3间，未来有无同款的服务要来服务民众。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确定要将掘岛顶头的核能设备全部拢来废除。中国官方今仔公布，自8月1日开始，要来暂停发放47个城市的居民来台湾自由行的签证。台湾的旅游业者表示讲，这个影响对因来讲真大，因过拢是大选进前几个月才会开始限制，但是说是半年前就来限制，恐惊会减少70万的中国游客。另外，陆委会也来表达抗议，认为两岸旅游不应该受到政治影响。中国微博面顶台湾自由行的作者大文州8月1日开始，中国要停发来台湾自由行的拒签，互大家拢错一条。落尾中国海峡两岸交通协会嘛，真罕哩正式打出公告，表示讲因为即马两岸的关系，决定要暂停47个城市的居民来台湾旅游。台湾旅游业者表示，确实有收到中国组团社通知的消息，毋过因过伫选举进前2-3个月，才限速团客来台湾，暂停自由行是头一摆，感觉无啥正常。我们当然会担心，每一年都会有，但是程度不一。有的时候他是说团数尽量限制，然后有的是说自由行的这个数量会有限制。但是像今年自由行的签证，这个等于说是不再发放，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旅游业者表示，今年3月份开始来台湾自由行的旅客一直成长，已经占中国游客6成。虽然中国伫2012年年底捌限缩来台湾的游客，毋过即届若是停发自由行的签证。8月份开始到总统大选结束，中国的游客可能会减70万人，冲击是真大。那光局对此表示遗憾，希望这个陆方这边能够尽速来恢复。那光局欢迎陆客来台观光的立场不变，那也期盼两岸能够有一个正常的交流跟发展。交通部长林佳龙是伫人面前破文，强调讲政治无应该影响观光，逼干那会互台湾人更加团结。因为中国管制自由行的观光客，台湾会伫今年第4季投入去36亿的预算，推出各路秋冬有奖励方案。陆委会对中国单方面表示暂停自由行来台，无先沟通是破坏协议，表达抗议还有谴责。陆委继续来甲因参详，嘛希望讲两岸人民正常旅游，袂去受到政治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反送中的情形。昨暗是有几多百名的民众去包围警署，也甲警方来发生冲突。今日透早，东区法院也来开庭审理2被所抓到的民众，场外有上百人要来甲因声援。方被告的这45人内面，有44个人是获认定是暴动罪，相当是爱关10年。也有风声讲，这个中国的解放军已经伫咧香港的边境串咧等。广东公安今仔搁再放出影片，也这个影片就是镇压暴徒的影片，大家架构气味有影真重。透过中国官方媒体人民网络公布的广东公安30号举行热天大练兵画面，大批公安细数的气势真惊人。影片甚至出现警察手举盾牌甲枪，针对扰乱社会暴徒强势镇压的画面。面对香港反送中示威愈演愈烈，最摆爆发警民冲突，中国方面影片恐吓意味真高。警察传出已经有解放军甲公安集合在香港边界，引发国际关注。对此，香港基本法委员强调，这阵香港发生的代志，有关属香港高度自治范围，中央未插手处理。香港而家發生好大嘅困擾問題，但中央咧就唔插手嘅。你香港自己本身咧應該喺你嘅行政司法
嘅工作裏邊咧，係同埋咧係要贏取市民嘅支持咧，係大家維護法治、平靜落嚟，解決呢啲深層次嘅矛盾。香港嘅反送中示威也引發美國中國繼續無爽快。美國國務卿蓬佩奧30號再次聲來支持香港，呼籲中國做出正確代志，其實和中國外交部嗆聲。雙方案呢是不是影響美國甲中國新一輪貿易談判進展也引發關注。What would be the U.S. response if the Chinese were to send military into Hong Kong to put down the protests there? Protest is appropriate. We see this in the United States. I am confident there'll be protesters when I drive through the building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today. And we hope the Chinese will do the right thing with respect to respecting the agreements that are in place with respect to Hong Kong. 香港东区法院31號早起開庭審理離北中西區的反送中抗議案，法院外口集合真濟來聲援的民眾。民主派立法會議員也到場，被控犯案的45名抗議者，其中44個人是被控暴動罪，一旦罪名成立，相當要面臨10年刑責。法院審理了後，9月25日會開庭。其實對30暗時，民眾就集合包圍天水圍啟用2個警署外口，其中啟用警方一度使用胡椒噴霧，想要來驅離群眾。而天水圍警署外口抗議是出現不滿示威民眾用煙火射向示威的人的這情形，造成多人受傷。過程中，警察提着槍、軍立牌指向示威者，經過意味真高。為了包圍警署的情況，一直到31號透早，緊張氣氛才較緩和。記者綜合報道。香港政府修訂反送條例，引起了反送中的事件。香港民眾也來思考講，敢要刷到台灣去大？根據內政部移民署的統計，為今年1月到7月，香港人申請在台居留人數比去年同一個時間增加約3成，登記也增加約2成，7月份就增加100多人。41歲邱先生原本喺香港做 IT 工程師，因為常常工作甲真活，身體出狀況，開始想要家己創業開咖啡店。後來經過朋友介紹，伊認為台灣厝價相對較俗，自由民主也互伊真想要來，所以今年7月伊申請居留來台灣開店，而且也發現香港反送中事件了後，問要安怎移民來台灣的朋友也開始變較多了。他們都去了這個講座之後，他們真的去行動，去考慮、去準備過來。其實未少香港人甲邱先生同款，想要移民來台灣生活。若是申請投資移民，需要先申請居留滿1年，才有法度申請移民來遮大。根據內政部移民署上新統計，今年香港人申請居留台灣的人數增加，每個月攏比去年同期較多。敢若是今年4月就286例，到7月增加到383例，比6月增加114人，增加4成2。我们接到很多咨询的电话，都是在询问如何申办移民。有一些工会的移民机构的同业也有告诉我们，他们最近接到很多电话来了解相关的规定。移民署讲，整體情形來看，香港人來台灣申請居留意願今年確實有明顯上升，而且咱國政策是鼓勵高專人才、中階技術人才慢慢規劃台灣，因為台灣來注入人才的能量。記者綜合報道。國民黨黨內初選刷了後，就隨出庫嘅前鴻海董事長郭台銘下晡也回來啊。高雄市長韓國瑜表示講，會繼續來聯絡，要來甲郭台銘見面。另外，也已經接韓國瑜國政顧問團總調職務嘅前行政院長張善政，伊也來建議講，莫閣再講9·2共識，愛講憲法1中台灣優先。韓國瑜也表示講，會找時間來對外說明。備戰2020總統選舉，高雄市長韓國瑜組成國政顧問團，由前行政院長張善政接總調一人。對中間政策，張善政建議莫閣講9·2共識，該提出憲法1中台灣優先，完全顛覆韓國瑜過去公開支持9·2共識中間的論述。張善政院長做了他的表述，後續我這邊也會有我的表述，好不好？好，不管怎麼樣，就和平、繁榮。互利共贏是最高追求目標。整個集思廣益之後，再來向各界來說明我個人的立場跟想法。
要安怎用国政论述去引选民的支持，韩国瑜爱阁想一个。另外一个爱思考的就是副手人选，传出前主席连战伫全大会进前邀请王金平和韩国瑜见面，但是王金平是明确表达拒绝担任副手，就连韩王二次会嘛，和王金平改拒绝。我们都在尊重，继续还会倾听，然后所有的党内这些先进，我个人都抱持了最大的诚意来倾听跟交流。国民党整合陷入危机，毋但王金平的动向也毋知影。初选落败了后，走去国外，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总算第31坐专机点回国，无想要公开露面，阁挑故意行其他通道离开，互伫咧现场等待媒体怎找无人。他还没有准备好要跟大家有什么内容可以说明哦，所以他已经先离开了。所以可能在择期好吗？就让他稍微整装一下。我还在继续等待，我想会等一下，如果确定他回来，我想会再跟他联络一下。韩国瑜无放弃希望，继续咧联络。2020大选蓝军整合是成功也是失败，郭台铭变成关键的变数。记者综合报道。若讲到台北市长郭文德，敢真正要甲郭台铭来合作呢？昨有看到这个郭台铭的幕僚出现伫台北市政府，由这个周刊媒体来报道，郭台铭甲郭文德会伫8月份来见面。郭台铭若参选，郭文德就要来阻挡，培养家己的人，要来拼2024年的总统大选。不过郭文德也表示讲，阻挡的成本伤过悬，台湾敢有第三势力的空间，阁爱再想看卖。第二场开工顺利。台北市长郭文德早起出席公办岛建开工动土典礼，无用伫摒市政。毋过媒体上关心的，嘛是2020选举。郭台铭幕僚刘佑东7月30参加台北市国际事务发展会议，甲郭文德来见面，引起外界又讲郭郭合作的可能性。因为有周刊报道，郭台铭甲郭文德会伫8月份来见面，讨论合作的方式，到底是郭选郭外选，或者是郭选郭外选。开会的时候他又迟到，然后一开完会我就还有下一个行程。就跑了，所以根本没有机会跟他讲话。郭董好像要回来了，那你们8月会见面吗？回来再讲啊，人都不在台湾，要怎么见面？郭郭合作的话题，郭文德凊彩甲转过，毋过针对报道指出，若是郭台铭参选，郭文德会另外阻挡培养关家军，要来拼20%的政党票，提名无分区的立委。培养2024拼总统大位的实力，郭文德讲家己搁伫想。出党也不是1、2、3，你知道？常目前整个从政的成本太高，我们是比较便宜的但是问题是我们这种很便宜的选举方式，放到台湾不同的地方或不同的候选人，是不是还能够用这样做？坦白讲，是一个很大的问号。郭郭革命的团员是4届团，前台北县长周锡伟接受公布专访的时阵就讲，郭台铭我讲过，初选若输得接受结果，爱讲话算话，而且郭郭合作是加分或者是扣分嘛，不一定。在江湖上闯荡你就要适当的舞台，然后发下豪语。但是如果要真正成为英雄好汉的话，讲话要算话。郭台铭对他是加分还是减分还不一定哦。那难道他是帮郭台铭去选正的吗？还是郭台铭帮他来选正的？周锡伟表示，相信郭台铭会激起，若是脱党和蔡英文连任成功，嘛会违背郭台铭当初是想要爱民进党落台本心。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走私粉的案件，检调非常积极伫咧办走私粉的案件。北检昨也到桃园台北馆宽问关务所人员，新北市调查局也约谈到华航10多名负责专机免税品采购的工作人员。不过，这届的约谈却无来约一个调一个资深副总罗雅美，以及着副总邱昌信。也拿一个国安局的调查报告，上紧会伫这礼拜来出来。针对纾困案，国民党团31持续出招。对总统府30公布的纾困案行政调查进度真不满，认为蔡总统任内头一任市议长已经高清做副参谋总长执行官的刘志斌嘛爱被追究责任，并且批评总统府秘书长陈菊爱负政治责任。总统府的调查避重就轻，将责任拢撒给吴宗宪。少校吴宗宪少校侍卫官成为替死鬼。陈局秘书长也表示说，我们这个谁应该负起什么样的责任，就要负起什么样的责任，他并没有回避。那相关的这些调查呢，我们也会持续的进行。
因为府方已经将行政调查的资料交予检调侦办，8减30除了继续去国安局审问有主文的人，嘛去通台北关侦讯查缉私分的关务署人员，厘清免税分品通关作业等等的部分。31检方继续去国安局侦讯定购人员，希望完成国安单位涉案上百人的审问。新北市调查处嘛共报约谈华航10多名人员，厘清专机免税品采购的流程等内容，以及是不是有牵涉到不法。我们那个货物一定扣在那边，我们要确保这个货物一定没有被移动还是什么，我们已经都锁在吃货仓库里面了。我昨天也有去看啊。我们这2天都在持续的在问啊。当然了，我们每样都会查，包括人跟物，我们都同时在查。动员10几位检察官都在查，同时。新北市调查处审问了后，被约谈的10多位华航人员会移送北检复审，若是有违法的事实，会改列做被告强制处分。不过这波约谈无包括被调一个资深副总罗雅美以及副总区中信等人。伫总统蔡英文要求新任的国安局长邱国正1礼拜内完成国安局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会伫咧登报告站批示了后，上紧1礼拜内会公布。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台湾各地头的新闻。台湾确定有第5间的大学要关起来啊，就是发生伫这个校长来卖假学历的南营科技大学，因为学生不足，拢一直咧倒塌，今年也互限制停止招生1年。教育部也要求校方要伫7月31日的时阵，爱装到1亿的资金。校方今仔日讲是装无。教育部也表示讲，会根据这个800名学生的意愿，安排因来转学。有53年历史的南营科大，最近因为招生无啥好，一直了钱，互教育部停止招生1年，并且要求必须在7月底进前装到1亿资金。不过学校方面今日证实，资金无法度到位。新的第16届董事会刚产生那目前报布中，那等教育部核定完之后，我们新的董事会就开始开会，要开始运作，然后讨论一些非常跟教职员工非常迫切的一个权利问题。南营科大约有8000多名学生，土地甲大楼也拢是学校家己的资产，无负责。不过近年来受到囡仔生少的冲击，渐渐出现了钱的情形。3年前更加得出校长卖假学历，注册率落到无到19%。即阵学生敢若剩842人。教育部讲，学校总部资金更加未能稳准转型，只好退场。最近的进行学生转学的代志，找个时间下去跟他们的学生跟家长座谈，看看他们的一些转学的意愿。那我们会请周遭的学校来，以台南云嘉南这一区的一个科大，当然也要有对应科系嘛。学校要教职员100人，对5月开始已经互欠薪水啊。学校讲会释怀来行清，并且互因优退方案。教育部是讲，若是学校最后无法度处理欠薪水的问题，学校要有土地这类资产，退场结算也应该有够行。记者综合报道。保育生态的货马生态，望请民众莫来拍花。伫咧顶礼拜，伫咧台东公园有狗仔虐乌熊仔囝的事件，也在即几日伫咧花莲南安水墙附近，也有民众翕到2只乌熊仔囝，其中有一只伫咧浪毛，亲像是皮肤病伫咧发红。花莲林管处也表示讲，即摆目前是生物要来处理，先来观察，也请民众莫来去搅了乌熊仔囝的生活。水城市甲厝里的人伫7月30才起10点外，驶车飞去花莲南安水墙瓦拉米步道的路面顶，车头前山熊熊出现一个细细乌乌的影。哦，小熊！哎，真的好小的小熊！哎，来不及了啦，人家跑了啦！我找哦，真的小熊！还在吗？还在吗？行车记录器翕到细只乌熊通过护栏离开。水城市随落车来看，毋过已经无看到熊。发现小乌熊的地点是伫咧第30线面顶。水城市尾仔才知影讲熊佫毋来伊一只。地方的原住民，他就告诉我说，昨天也有人看到黑熊，他也告诉我这里应该有好几只黑熊，有大有小，有母熊。前一天某一个世代民众看到细只乌熊嘛，共款伫咧第30线，拄好翕到伊要拄护栏过，而且伊个向镜头来看，画面刷较近的，伊的后骹甲骹床有落毛的状况，属于判断可能是皮肤病。这些是很正常的，因为它本来就生活在野外，我们不会去介入，就是有一些人为的照顾。万一民众若是去赛车拄到熊，花莲林管处提醒民众唔通落车，离因较远的唔通甲因交叉。尽量用原路退回，不要去惊扰到熊，那也不要去留一些厨余或者是可以让熊吃的食物。
花莲领馆处表示，部落的老大人讲过去就捌定定伫附近看到鱼，可能是现代科技进步，民众会当甲画面翕落来，互大家感觉讲小鱼真接出现。若是顶礼拜六，民众伫台东公园处发现去有狗仔草的细只乌鱼，老百姓暂时关伫笼仔内，等待乌鱼妈妈出现来甲伊带走。毋过即几天乌鱼妈妈并无出现，后一步要安怎做？台东领馆处强调讲，无一定爱伫即个所在直接甲细只乌鱼放掉，后礼拜会佫开会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线中横公路的关原加油站是全台湾上界悬的加油站。这32年来，服务过路的车甲旅客，也因为这个汽油的线路比较较久啊，自8月初6开始要来整修5个月，也请民众若要上山，油一定爱填好满。来到2347公尺悬的中油关原加油站，工作人员拢已经大心的甲民众讲，为8月初6开始停业5个月。停业期间服务加油要麻烦你到吕山、清境或太鲁阁或南山加油站。会提醒是因为台北线公园站是大武岭分线了后，落花莲山区11个加油站，若是驾驶伫山卡油无加好满，到山区就麻烦咯，因为上关加油站嘛要35公里。会加满油再上来，不然这个间隔太远了，太久了。这边如果真的没有油，太不方便了。新城分局呼吁上山的民众必须在底下的加油站加满油，然后上山比较安全。中油关原站是全台上悬的加油站，建站32年，服务未少往来民众。只摆因为换旧公线都要休困5个月，除了无方便，佮异化引起一个爱食的人注意到消息。就是这加油站，佮特别卖肉粽，毋过即马嘛买无咯。记者综合报道。3年前，莫纳克风台造成台湾东部受损真严重。这条南行公路这10年来，这个路是修理了后又搁再长。公路局也希望讲，在咧110年的时阵，会当全线拢来通车。不过，即马是甘那村海拔2000公尺外的向阳到挂关山这个磅空口的所在，要伫这个放落来山壁甲大自然来争出一条路，有影真困难。民国98年8月初8，莫拉克风台侵袭台东，南海公路海端乡出来到大关山磅空沿线山壁拢放弃，阻断路面，立柱桥嘛被枪断。即马10档过去了，南海公路台东县境60公里的福建工程已经会当通去到向阳，但是向阳以西到大关山磅空口6公里的公路断做过60，规片山壁拢放落来，原本的公路无去啊。工程人员勉强伫遮修出一条公路，不过地质受软。一等到大雨就会搁崩。在106年的6月的豪雨这边也是被冲毁但企业讲，要伫咧地质不稳定的条件之下修路，工程真困难，搁要克服低温和山区的能见度。伫这2档风台较少的情形之下，才有法度挖出完整的道路。但是要抢通这段，若是天气条件好的话，嘛要到110年才会当完工。期间不要有台风豪雨路赶快通了，这样比较会有游客来啦，农产运输也会比较方便啦。目前向阳到大关山磅空的路段风起未当通行，对海端到立条川路段，今年5月上关键的6口温泉面磅空工程完工，开车去不再关节，游客嘛回来。好多客人，因为太怀念南横。不像以前那个路，真的是歪曲的。南海公路是台东来回西部重要的道路和风景区。10档来，政府已经开100多亿，分别对东西2边、台东和高雄来抢修。大家拢希望有好天气到3天，和公路局拼伫咧110年恢复南海公路全线通车。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来看国际新闻，伫咧北韩这个月25发射2粒新型的地图飞弹了后，在31日透早，搁再发射2粒，这是北韩伫这6天以来发射2摆的飞弹。就算这个北韩要来做军事演习，要甲南韩来吓惊，不过美国总统的川普却是老神在在。北韩31号早起，伫当地时间5点到5点半之间，为江原道的福岛半岛前后发射了弹道飞弹。南韩列下参谋本部表示，这2个飞弹的飞行高度差不多30公里，距离是250公里左右。甲25号发射的飛彈真相共，這嘛是北韓第6天內底第2擺發射飛彈。これについて軍事演習を強行しようとしている韓国に厳しく警告するため、
新型の戦術誘導兵器の発射を行ったと発表していました。外国媒體用觀察人數的分析指出，這個發射飛彈除了對美韓要舉行聯合軍演習外，嘛對美國拍算甲北韓協商無核化議題施壓。南韓政府認為北韓的行為對緩解朝鮮半島的局勢無啥幫助，要求北韓要停止試射飛彈。對此，日本認為北韓這個行為對日本的國防安保並無啥影響。我が国の安全保障に影響を与えるような事態でないことは確認されています。引き続き米国などと緊密に連携をしていきます。韓聯社報道，南韓國防部長鄭景道31號出席南韓的第61屆國防論壇的時陣表示，北韓的做法若是對南韓造成威脅甲搶聲，當局會甲北韓控制於特定的範圍。這嘛是鄭景道自去年9月就任以來對北韓發表上強的用詞。若是美國對北韓的行為，美國總統川普認為北韓發射的是小飛彈，未造成什麼問題。南韓政府預估，北韓未來有可能會因為發射的是特定飛彈，未造成美國傷濟反彈，有可能會繼續進行試射活動。記者台上報道。人講一好就一歹，絕無兩好來相排。雖然核電互咱生活真利便，不過複雜有影真危險。在日本東京電力公司正式來宣布，在2011年311大地震了後，所停起來福島第2核電廠全部要來除役，無要擱再使用。包含着福島的第1核電廠，以及着福島縣境內的10座反應爐，確定攏要來甲廢除淡水。不過，這個工程要開40年的時間。日本福島縣知事前幾天和東京電力公司的社長小澤川地明討論福島第2核電廠漏也是唔漏的問題。使用済み燃料は県外に搬出することが大前提であります。その上で当分の間、使用済み燃料が第2原発の構内で一時保管されることはやむを得ないものと考えます。日本福島第2核電廠佇發生核災的福島第1核電廠南邊12公里，8年前311當日本大地震，因為油料傷厲害和津波的影響，緊急停止運轉4座反應爐。到這陣，東京電力公司31表示，董事會已經做出正式決定，要將福島第2核電廠全部除役，佮再加上日本核災的福島第1核電廠6座反應爐，福島境內全部10座反應爐確定攏總要除役。東京電力嘛表示，目前差不多有1萬支使用過的核燃料棒存放佇咧冷卻池內面，未來會設置新的鋼鐵做的除重容器、但是除樽桶密封處理。這4座反應爐的除役作業時間估計差不多需要40天。福島第1核電廠的除役正在進行，即馬福島第2核電廠嘛宣布除役，2座核電廠的廢爐工程是毋是當親像預期遐順利，嘛變成東電的課題。記者綜合報道。紅號做南太平洋最後的淨土 Henderson Island， 因為島上是無人住，原始的生態被列做世界的自然遺產。不過，因為這個地理位置有影真特殊，海洋本數攏會對着南太平洋的環流，這個海潮衝到這個所在。世界攏是白色沙堡的兄弟深島，是南太平洋無人住的珊瑚群島。1988年列入聯合國世界自然遺產，被稱作世界最後的淨地。不過30年了後，天堂上款的沙堡頂面，其實世界攏是塑膠的本數。外地的浮標也閣有拍甲的希望，大大小小球、竿仔、管仔，還閣海鳥、鏡星啊、海龜攏佇遮貴攏是本數所在佇生活。澳洲科學家拉佛斯2015年頭一擺登上這個島，發現37.5平方公里的所在，竟然有3800種、有18棟的塑膠本數，平均每平方公尺有700件的塑膠料，是全世界密度上懸，而且一半以上是目睭看不啥有的真碎顆粒，無度清理掉。野生動物真簡單，就會使攏個食落去。Henderson was really quite an alarming situation, the highest density of plastic I've really seen in the whole of my career. 兄弟深島地理位置真特殊，位在南太平洋中央，離紐西蘭甲秘魯有5500公里之遠。因為佇南太平洋環流頂面，洋流敢若親像一條超級輸送帶，甲海洋的塑膠本數集中送過來。拉佛斯今年6月帶着工作人員返來這個島，用了2禮拜佇海堡一個清出6棟的塑膠本數，有無適當的設備會使運走，只有先放掉咧，以備將來進一步處理。
拉佛斯讲，用尽各种办法来摒这本数，只要敢若看到更加侪本数，是着大应飘怪，实在互人感觉真无奈也真无力。伊计划明年后年进一步来到这探勘，也强调对源头切断本数来源的重要性，呼吁全球对这种用无久的塑胶产品来实施更加严格的限制。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着咱台湾的新闻，台铁为着要配合第四代卖票系统，自4月23开始，无搁再查票啊，敢若针对着无票共占位，也是优待票的旅客来去查。不过，这个有一名身心障碍者的家属认为，这款查票的行为是带有歧视的。台铁也讲，因会来检讨着查票方式。他马上2个人就冲过来，就把你整个这样抓起来。想到和警方强压落车，71岁陈先生医院的囝，伊25带着有自闭症的后生，坐台铁去讲好对花莲转来台北。因为过去的坐车经验，伊发现着车长敢若针对摕到身心障碍车票旅客验票，认为有歧视的感觉，所以讲对列车长表明，除非全车厢验票，若无拒绝验票。列车长随后就通知警察，结果警方到场就马上甲伊强压落车。我说我没有犯错，也没有犯罪，你们为什么要这种强压制？就根据生权法，其实他是不可以把我们这些有身心障碍的家属或者孩子，把它特殊化，也就所谓不能标签化。陈先生讲，当时出动6名警察，质疑这是执法过度。对此，台铁局是下失礼，表示列车长通报这个标准的处理流程有疏失。当时警察一直甲问，列车长拢无回应。因为这阵仔的验票纠纷定定传出，网络突发事件搁再发生，才指派侪名警力来处理。面对陈先生指控台铁验票有歧视的这个感觉，台铁澄清配合4代卖票系统来实施，列车长用透过 PTA 及时查询车票甲座位卖票状况，为了避免交了旅客对4月23起无搁再专门验票，敢若针对无票占位也是提优待票旅客，伊规定验票也是正经。医院那些买比较特殊票种的，比方说是敬老票，或是孩童票，或是说有一些爱心残障的这个车票的这些旅客，也尽量可以把他周边的几个旅客也一起来做验票，让这些这个身心障碍的旅客感觉到不会受到特别的一种待遇或是歧视。陈先生讲无反对验票行为，不过不愿意被票签化。伊讲真侪身心障碍者甲家属拢捌伫验票时被歧视对待。对此，台铁局讲会来检讨，并且加强服务人员教育训练，提供旅客更加友善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理想水源公司发生1个月内，小连续甲30几个员工死头路，有一位住10年的工程师出面来指控，伊讲伊6月份的时阵来申请邀请留职停薪，毋过放拒绝，伊也向桃园市劳工局申请调解。调解期间，伊的公司甲伊的劳健保甲退掉啊，互伊感觉讲，这个大公司对员工有影真粗残。地区阿妹林先生自本是理想3M的技术工程师，最近被逼离职。伊指出，6月初10就甲公司申请诱引留职停薪，准备要照顾厝里拄则出世的囡仔。结果6月20嘛是被叫去办公室的小房间，主管敢若给伊2个选择，一个是下伊离职，领比到计划较好的自遣费；另外一个是非自愿离职，和公司自遣。过程里面其实相当的粗暴哦，而且完全不顾台湾法令哦。那目前我进公司10年啊，目前预留停的情况下就被恶意资遣哦。那被恶意资遣之后，其实目前我的家计就是家庭的负担，包含我的婴儿现在也刚出生，也需要人照顾。林先生指出，伊个咧派厝的贷款，其实 3M 去年并无债务危机，传出是美国 Wall Street 估计不如预期，全球计划要裁员2000人。劳团指出，台湾方面伫咧1个月内已经陆续裁掉30多个人。林先生因为真不满，后来伊甲桃园市劳工局提出劳资调解，依照法令，争议期间是袂当改聘员工。结果公司嘛是寄出尊敬信函，要伫7月13终止雇佣关系，并且搁伫咧7月12退掉伊的劳保。当然，如果有涉及到违反的话，这是可以处20万到60万的一个罚款。
劳动部表示，头家的行为牵涉到违反劳资争议处理法，会当处20至10万的罚款。育婴留停的部分会安排性平委员介入认定看是毋是有违法。虽然声明回应，这个组织调整只敢少部分的员工受到影响。虽然林先生有提出育婴留职停薪，但是只敢寄出 email， 公司并无收到正式的申请表。新员的劳团是指出，虽然拄则伫2019年摕到全球最佳道德和法治平等奖，看起来需要被定检时，嘛呼吁雇主赶紧和员工协调负责，若无形象会受到伤害。记者综合报道。顺组网络银行的名单已经出来啊！本地这个申请案是3个抢2个，落尾3间拢通过。金管会认为讲，这3间要服务的人客是有差异，所提出的营运模式也无同。希望大股东会当做家母来带家仔，找出台湾金融的另外一条出路。台湾的金融业开始向干网络银行的时代，3间申请业者拢总过关，是中华电信甲兆丰银行主导的国家队将来银行。除了自安大数据、分计算，还有区块链等等的技术优势，拄筹备开始，就以资讯安全做上头先的规划项目。未来阁要结合智慧装置，还有人工智慧等等的技术，而且透过各主要股东的产业优势，向外开发更较侪实体银行所无的人客。任何一个新创事业的前期，当然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达到损益两平。我们希望能够在营运后的3年内达到单月的损益两平。我想我们不盲目追求这个客户数的数字或者是其他的业务量，但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客户每一个都非常的满意。目前依照我们的时程安排，明年的第2季可以开业。3间业者内底唯一一个纯金融团体，嘛是唯一一个有经营纯网银经验的乐天国际商银。伫日本营运20年，有真先进的资讯安全控管的实务经验，还有真侪生态系金融服务。未来目标的人客，除了30岁到55岁主管阶级，还有乐天集团原本的客户，打出社会无信用记录的少年人，嘛是因锁定的族群。若是系统安全试验无问题，上紧伫明年4月份就会开始。那么它是不打价格战的一个银行，它是要从生态圈里面，让顾客觉得这个服务是有意义的，它的连锁度完全来自于它的生态圈。若是有2200万赖用户的来便客，新华新闻阁表示，希望透过结合网络通讯平台、金融业、甲电信业真强的人来合作，来规划上适合台湾全面的纯网银服务，嘛会来用 AI 大数据，还有各种金融科技，提供创新的个人金融体验。记者综合报道。由金管会来辅导的证券业者所办理的全民退休专案，有影真热刺，3个外月就吸引11万人来报名。金管会主委顾立雄今仔日也来出席专案启动仪式，强调政府来协助推展这个专案，希望民众培养管理钱财习惯，才会当提早规划、提早来退休。由金管会辅导证券业者提出的好享退全民退休专案反应真好，3个月来吸引11万多人报名。这个由台湾集中保管计算所和证券投资信托业工会所规划的专案产品，是组合型证券投资信托基金。民众报名了后，会当选择积极型，也是稳健型，或者是保守型，有10档、20档和30档期。只要连续2档有扣到钱，免申购手续费和加经理费。投资人赚了算家己，但是因为手续费和经理费优惠，报名超过5期。透过这个委员会的规划啊，然后提出相关的一些基金组合，不至于过度的这个迷惘。如果你真的能够坚守这个定期定额的这样的一个有纪律的理财，我觉得一定可以抗这个景气循环。申办专案的证券业者表示，专案的由3间基金公司提供高档基金产品，予投资人选择。因为目的是退休准备，长短的投资时间嘛要2档，袂当中断。这嘛是希望在高龄社会之下，民众开始养成规划退休金的习惯。因为以前有买过，我觉得不是很理想，感觉。对。因为这个风险太大了，基金不会操作，就不怕啊，或是股市这样子。虽然政府催杀，但是有人对基金投资理财来欠退休金持保守的态度。金融行总裁潘华南都要分析，个人独跳度偏悬，对投资理财较保守，建议民众会当多方面了解不同款的理财方式。记者综合报道。
8月中就要来举行基本工资的审议，这段工会团体透早也去拜会劳动部长柯明春，建议是莫调起，也建议政府爱制定罢工的预告期，上无爱30天，而且爱修法禁止这个职业工会来罢工。劳团透早也举行记者会，强调讲日本甲韩国一年的罢工数量拢坐过台湾。那先无来检讨劳动三法，就要来定这个罢工的预告期，根本就是甲劳工对抗头家的最后一步，甲因绑下掉。劳动部劳动关系司长王浩伟向上总理事长赖世义握手，亲身送客。8月中要举办基本工资审议，7大工商团体再起来劳动部拜会部长柯明春，建议基本工资维持就好，唔通搁起。今年因为景气不好，中美贸易战的关系呢，希望不要调整。低薪的问题其实关联性不大了啊，因为这个是跟整个的就业市场的关系啊，由市场决定价钱的。今年基本工资一个月薪水23100块，一点钟150块。劳动部照劳保投保人数来算，全台湾领基本工资1000的劳工，差不多有231万人，大部分拢伫咧保全、清洁、小卖、商场、餐饮服务业较济。到要调薪水，劳动部表示会交予审议委员来决定。劳动部的基本立场，我们希望摆脱低薪这样的困局，必须要将基本工资，甚至他的边际的这些劳工的这个收入纳入通盘的考虑。除了基本薪水以外，工商团体嘛真积极地建议劳动部来订定罢工预告期，上无爱有30天，而且爱修法禁止职业工会来罢工，避免无共企业的劳工互相集合力量。劳动部回应，修法还未确定，不过立委若是要伫民用航空法增加罢工预告期，伊嘛会尊重。劳团早起嘛举办记者会，强调讲韩国2015年一年就发生105届罢工，日本嘛有39届，德国有1000多件，甲这寡国家比起来，台湾发生罢工的数量根本就无算啥。台湾的发起罢工其实是非常罕见，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其实都是因为台湾的法规对于工会、对于罢工有非常多的限制。劳团认为，若是增加罢工预告期，会让劳工连上尾一项对抗头家的手段拢无，应该先检讨劳动三法，降低做工会的负担，拄法律来保障劳工的权益，才会当避免劳工来罢工。记者综合报道。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透早公布资料，讲到部分的县市公立幼稚园代理教师的比例真悬，6都内底台南上界严重，也发现讲政府伫咧杀准公共化幼儿园，导真侪资金拢是放伫咧私立的，惊真正是会来影响到想要公共化幼儿园。有真侪县市的公立幼儿园名额是真有限，造成家长是手甲真辛苦，代理的教师的比例嘛无人伫准责。全教总指出，代理教师的比例是真悬，有真侪幼儿园教师的流动率较悬，佫会造成囡仔人适应的困难。其中家己县的比例上悬，要到60%。另外，伫6都内底是以台南市的28%上严重。你设立了公立幼儿园，那你却没有给一个正式的职缺，这是对不起工作者。那更深层的是对不起这些把幼儿送来的这些家长跟幼儿本身。另外，全教总嘛指出，108项年度预计增加的公立甲非营利幼儿园，以桃园市的名额上侪有1022个，台北市814个是排第2。台南市虽然敢若增加780个名额，6都内底算是上尾名。虽然讲中央政府用补助的方式要来推销准公共化的幼儿园，不过全教总认为，本质敢若是一个福利的政策，袂当来当作是真正的教育政策。我们其实也很担心，也因为现在准公共化这样的一个政策，它其实会造成的是排除原本要增设公共化的量。不过教育部回应并无偏废，包括公共甲非营利幼儿园数量拢伫成长当中，而且未来嘛一定会继续来推扫。8年内目标要增加公共化幼儿园3000班了，这个部分呢，其实已经是过去16年的2.2倍哦。全教总呼吁教育部爱负起监督的责任，应该设定代理教师的比例，要求幼儿园爱照例做。不过教育部提出来的数据比全教总更较低，107学年公立幼儿园的代理教师比例差不多是9%。教育部嘛表示会继续来引导地方政府，互比例降低。记者综合报道。
伫桃园甲彰化的少年妇育院，今日正式挂牌改做乡政中学桃园彰化分校，由教育部派专任的教师配合着108年新课纲，要这些需要感化的少年家啊行正途，会当顺利登到社会。 7月31日，少年抚养院正式行入历史，改制变成矫正学校。桃园少妇院伫咧法务部、教育部各单位的见证之下，改制变成行政中学桃园分校。彰化少妇院嘛改制做彰化分校。 让少年抚育院学校化，还有课程方面啊，能跟一般的高中啊、国中啊一样，将来复归到社会以后，能够跟一般的学校来做衔接。 过去少年抚养院虽然以感化教育的名称，实际上煞参像是家家管理同款，上回课嘛以补救教学为主，长期互人真有意见。改制了后，桃园彰化总共增加81位专业教师，由教育部指派，除了普通科目，佮包括职业训练、特教和辅导教师等等。成为学校主要的改变是什么呢？它就是以教育为主体了，人生不免犯的错误。那希望在这个矫正学校的提供的多元的教育里头，让他重新找到自己人生的发展的方向。另外，改制了后的课程嘛，对逐礼拜24点钟增加到35点钟，配合108年新课纲全面实施。少年伫感化期间教育内容更加容易和一般学校的课程会当相接，嘛伫咧实施课程当中摕到证照。未来若回归社会，不管是要读册还是要就业，都会当顺利接入起来。记者综合报道。 有一名专练跆拳道屈世圣诞选手，伫咧世大运培训期间，撞入去练射击的查某宿舍。国训中心查明了后，会甲这个圣诞的选手来退训啊。射击协会也讲，因为当事人也是学生，已经进入到学校的性平厅署来做处理。这个调警的女选手也已经向警方来备案啊。 去年亚运跆拳队拼死着当败圣诞的选手，嘛是今年拿破里世大运培训队的成员。伫世大运进前，随队去到国体训练，带入去国训中心伫桃园公司北场的宿舍，却探出6月下旬某一暗，走入去射击队女主选手的宿舍。因为说一个陌生的人突然间进到他们寝室里面，开了他们的门，进到他们寝室来讲，他们是受到惊吓。 国训中心书面声明指出，迄暗女选手在困的时阵，那感觉伊的室友回来啊，但是隔顿刚起床问伊的室友了后，发现并不是伊，随报去哩。经过确认是圣诞的选手，伊甲大专体总申请放弃培训，并且离队退训，搬离开公司北场。射击协会理事长陈树奎讲，女选手因为心肝内无爽快，确实有甲警方备案。 教练跟他之间的互动都非常好，所以教练随时在注意他的一个状况。那后来经过1、2天的状况以后，他们就认为说，那个整个大概状况是已经稳下来了。国训中心那边必须要有相关的人员呢，协助相关的人呢，把这个事情通报给我们的业管单位。 依照性平法24点钟来通报，因为当事人拢是学生，所属学校就爱家己调开性平会讨论有可能的处分和辅导。公司北场6月中都才启用，但是会建议爱更加严格规范大的编制，避免类似的争议搁再出现。记者综合报道。 公司台积台自7月2日开始专程转播 U12世界杯少棒锦标赛，台湾队伫 A 组是4胜1败，用着分组第2名的成绩进入到复赛。复赛自8月初1到8月初3，有找艺人碰车车甲灭火器主唱杨大正做回来台机转播，邀请大家锁定公司台积台，做回来替台湾的选手加油。 导出哇！这个导出哇！唱会，体力大家口水，体力让口水少力，再来分6分开。强搁有力的声哨，真足甲听。主播甲球评讲的全是台语。这是 U12世界杯少年野球锦标赛的现场，今仔遐骨力讲球，逐场赛事拢拍甲真精彩。跳一个关球，叫加掉，对不对？正面，无问题。这个
2019年 U12世界杯野球赛对7月2日开始连拍5天，有中华、美国、古巴、日本、韩国等等12个国家的代表队聚集伫咧台南。旧赛才拄拍煞，台湾队伫咧 A 组以4胜1败分组第2名的成绩进入复赛。所以去复赛会伫咧8月初1到8月初3举行。台湾队伫咧这3天暗时6点半的时间，会分别甲韩国、墨西哥、甲委内瑞拉代表队 PK。咱台湾艺人蹦恰恰，也阁有未过期的主唱杨大正，也会加入台语球评的行列，用台语来报野球赛，甲民众做伙替赛事加油。请乡亲锁定公司台语台收看电视转播。记者综合报道。人讲食果子拜树头，啉泉水漱源头。有100年历史的国定古迹关台南水道，伫2016年美朗大地震的时阵有来损害。台南市政府也开钱来征收，也结合着边仔的区域，做一个山上花园水道博物馆。今年10月要来开幕啊！台南文化局也用着南水的马曲来提醒民众爱饮水思源。今日去修理好的过日汤色，要食100年的古物，那就伫讲过去真车野的代志，嘛会当见证日本时代卫星工程现代化的发展历史。原本的台南水道是伫1912年起的，经过10年了后才完工。启用了后，台南地区的用水品质是改善真侪。若是台南水道嘛，伫2005年启用来做固定的古迹。不过经过100年的时间，还有美朗大地震的影响，互古迹本体损害。台南市政府开卖1亿8000万进行修复的工课，预计10月份开幕。台湾整个其实没有自来水系统的，然后民众的大概一般寿命都比较短。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标志，期望说它未来是一个能够作为一个文化历史以及观光景点，还有一个自然科学教育意义的一个综合的场所这样子。因为博物馆就准备开业，台南市文化局伫成功马铃薯片等等古迹限定的商品了后，佮设计一种纪念水。馆仔面顶唔有利用100年历史南水的标志，唔若要表现台南水道的历史以外，嘛提醒民众饮水的爱思源。主要画面呢是我们的南水标志设计出来的 logo， 然后背面呢还有我们水波纹的一个意象。除了饮水思源之外，也可以更了解我们这个近100年历史的国定古迹的历史渊源。过去水道博物馆的工程，慢慢因为赶袂赴时间营运，引起外界批评。毋过台南市文化局讲，未来博物馆会结合边仔的花材园，要来做水上花园水道博物馆，总面积超56公顷，未来一定会变做台南新的佚佗景点。记者综合报道。一口水尽千古事，10载半淹100万兵。讲到一个布袋戏，台湾人是兴趣处。伫婚林元中国小，特别聘请到艺术黄世志来教囡仔扮布袋戏，特别选用元中国小甲5地社区合作的画本，互囡仔会当了解在地故事。遮个阿公阿嬷也笑甲嘴牙利塞塞。大粒的土豆出现伫戏台顶，刷入去，佫出现一只乌金刚。观众国小的小朋友当伫咧扮布袋戏，阿公阿嬷目睭铁甲大蕊，伫台骹看甲真认真。很好的一种社交功能。有希望讲因佫会当继续来表演嘛？哇，乌金刚你嘛画画？囡仔遐囡仔仔认真伫咧看台词，哪爽哪学台语变甲真趣味。练口白困难吗？不会啊，说台语比较困难，说台语比较困难，多念几次就好了。所以现在台语有没有变得比较好？有。这出戏是改编元中的《乌金刚》这本红仔册，特别选这本册是因为这是元中国小甲5地社区做伙合作制作，有在地气味的故事。那所以我们今天就做了，有一个花生壳蹦出一个黑金刚，然后展演呢的首演就要在我们5块社区，因为那一本绘本是由5块社区专案协助的。下乡的这个小朋友呢，学的这个过程当中伊会使体验到咱家己在地家己在地故乡的一寡特色，甲这农产品。囡仔遐囡仔仔搬的头一出布袋戏，唔但是练台语的过程，更是送予地方乡亲时代礼物。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气象要了解，就听嘉豪来讲，互您知。
北部地区为26度到36度。中部地区为26度到35度。南部地区为26度到33度。东部地区为27度到34度。外岛地区是27度到32度。未来3天的气象。18秒是吗？新闻最后也带恁到罗西亚看海军来阅兵。明仔载就是旧历的7月初1，望请观众朋友出门在外小心细腻。也感谢恁的收看，我是嘉豪，马上同一时间咱再会。用法是和什么代志有关系呢 ？A 是巴豆啊 ，B 亲像比球头 ，C 敢若食食物去夹着。我感觉是 B， 唔通收济啦，就是甲七巴豆啊有关系。你的什么意思？你解释一下。啊，鼻头鼓起来，咁看伊个做水小的。水，拜一到拜四暗时8点，公司台记台，全家有智慧。为透早到暗暝，为过去、今仔到未来。不管是都市还是庄脚，不管是好天还是歹天，逐礼拜五暗时9点到10点，公司台记台